好開心，我哋可以一齊喺呢個忙碌嘅世界嗰度，為咗自己抽出一段寶貴嘅時間嚟做一個身心都有益嘅正念身體掃描練習。首先，我想你揾一個舒服嘅地方，你可以瞓喺張床上邊，或者你有瑜伽墊呢，可以瞓喺瑜伽墊上邊，或者張舒服嘅凳上邊。無論你係邊一種姿勢，都希望你確保嚟緊呢50分鐘裏面，你唔會受到太大嘅打擾，而且可以保持清醒。最緊要呢，你嘅身體係舒服同穩定嘅。如果你係瞓咗喺度，可以將兩隻手輕輕咁擺喺身體嘅兩邊，手心向上或者向下都冇所謂嘅。只要舒服就得啦。雙腳可以自然咁微微分開，咁咧腳趾尖就會自然向外噶啦。如果你係坐咗喺度，就請你唔好將個背脊挨喺個凳背度，嘗試下等個脊骨自然挺直。感覺呢，自己好似一座山咁，好穩定咁樣坐咗喺度。而家我哋調整下個姿勢先。如果你坐咗喺度，個頭感覺上好似向天花板伸延，下巴微微咁向入，咁呢，令到條頸就可以好自然咁放鬆啦。你係可以開眼或者眯埋眼嘅。如果你開眼，可能係望住前方一個固定嘅位置，保持半開合嘅感覺，你舒服自在就得㗎喇。嘴唇輕輕咁合埋，如果可以做得到呢，條脷可以輕輕咁頂住上顎，膊頭放鬆，唔好繃緊，好放鬆咁，等佢自然咁向下垂。兩隻手擺邊度都得嘅，你可以擺喺大腿上邊或者膝頭上邊，分開或者擺埋一齊都得嘅。總之你舒服、舒適就可以啦。對腳，無論你係瞓喺度定坐喺度，都好自然咁放鬆。咁嚟感覺下你嘅腳掌同地面，或者個墊面，或者張凳接觸嘅感覺。由而家呢一刻開始，請你將你嘅身心拉返嚟自己嘅身體入邊，就好似你揸住支電筒，而家將個電筒向返你自己嘅身體入邊，清清楚楚知道我而家係瞓緊喺度，定係坐咗喺度。體驗下身體嘅重量感，或者感受身體
同地板啊、床褥、瑜伽墊或者凳嘅接觸點、接觸嘅感覺，慢慢同自己嘅身體建立一份連結。好，而家我哋首先將心放喺呼吸上邊。呢度咩叫係心？即係專注力嘅意思。如果可以更加容易去理解，就好似你有一個電筒，個光就係照住喺嗰個位置嗰度。例如，你要將專注力集中喺你鼻哥前面嘅皮膚嗰個位置，咁即係而家個電筒嘅嗰個光，個光圈就係 focus 咗喺你鼻哥前邊皮膚嘅位置。跟住你留意下嗰個位置嘅呼吸係好細微嘅，定係好粗糙嘅咧？係好快速嘅，定係好慢嘅咧？感受下氣息喺個鼻哥窿出出入入嘅感覺。當氣息入嚟嘅時候，你係知道嗰啖空氣係入緊嚟嘅。當氣息出去嘅時候，你同樣清楚知道個空氣係由你身體嗰度出緊去嘅。你係唔需要刻意控制呼吸嘅速度或者深度，我哋只係需要觀察你個鼻哥窿前邊嘅皮膚究竟發生咩事呢？好似電筒嘅光圈照住咗嗰個位置，我哋淨係專注喺呢一個位置。當氣息穿過鼻哥嘅時候，你感唔感受到佢係凍嘅定係暖嘅呢？同一時間可以一齊去體驗同觀察。喺呢個練習裏面，你有冇發現想將個專注力擺喺呼吸嘅進出嘅感覺嘅時候，你個腦、你個心就會諗下呢度，諗下嗰度，但係其實好正常㗎。當你察覺咗你嘅專注力走咗呢一刻，其實你已經係一個覺察嘅狀態，恭喜你啊！咁呢個時候，當然你就唔需要好內疚啦，淨係需要溫柔咁樣，唔去評論佢好定唔好，將呢個專注力電筒呢個燈，慢慢去返你嘅鼻哥窿前邊皮膚嘅感覺。頭先嘅而家已經過去啦，我哋專注喺而家嘅而家，專注喺而家，而家淨係而家嘅感覺，專注返而家呢個呼吸。
頭先嘅呼吸已經過去咗啦。你將個專注力拉返嚟呢度嘅時候呢，你就唔好再諗個心頭先去咗邊呢，淨係繼續練習就得啦。就好似你放風箏，風箏飄遠咗，你唔會好大力去扯佢㗎嘛。通常你都會輕輕咁，慢慢順住個勢咁拉返近啲嘅。我哋都一樣，將我哋嘅專注力輕輕咁拉返近返自己，近返呢個呼吸。當你發現分心嘅時候，我哋又再溫柔咁將個專注力，我哋嘅電筒帶返嚟我哋呼吸呢個動作裏面。你個鼻哥前邊嗰個皮膚，而家發生咩事呢？我哋淨係觀察，唔需要控制佢嘅。而家我哋開始正式做身體掃描，我會逐個部位去帶領你，等你嘅注意力帶到去身體唔同嘅部分，就好似電筒嘅光圈照到去嗰度，你就感受嗰個位置，其他嘅位置呢，就唔需要再理㗎喇，因為我哋係一路咁樣去每個部位去掃描嘅。好啦，準備好未？呢個過程裏面，你可能會感受到各式各樣唔同嘅感覺，可能會感覺到好暖啦，好熱啦，好凍啦，好痹啦，好痕啦，好刺痛啦，或者少少痛啦，有啲吉吉地嘅感覺，或者好似好多蟻喺你嘅身上邊爬行嘅感覺。咁你都可能會發現好繃緊嘅感覺，或者好舒服嘅感覺，甚至乎冇感覺，呢啲都係感覺嚟㗎。有啲位置你可能覺得好舒服，有啲你會覺得好唔舒服。無論係舒服定唔舒服，都冇問題嚟，因為呢個都只係一個感覺，係呢個時候呢一刻身體嘅感覺。係最真實嘅。當我講緊呢一刻嘅時候，頭先嘅呢一刻已經過去，我哋淨係專注喺而家嘅呢一刻。而家我哋唔需要去批判佢哋係好啊，定唔好，舒服啊，定唔舒服。我哋淨係需要覺察、接納所有嘅感覺。如果你喺某一個部位覺得繃緊，
或者非常之唔舒服。咁如果你能夠輕輕鬆鬆放鬆多少少，咁你就嘗試放鬆。如果放鬆唔到，依然覺得好緊，都冇問題嘅。最重要就係培養你嘅覺察，用一種有智慧、開放嘅態度去接納自己，接納自己身體所有嘅部分，所有嘅感覺，因為都係你嘅一部分。如果一陣間有啲唔舒服，你需要轉換位置都可以嘅。當你轉換位置嘅時候，希望你慢慢咁樣去轉換你嘅位置，等你嘅專注力唔會走得太開。咁我哋而家由腳趾開始，由左腳嘅腳趾公開始，我哋將電筒嘅光圈照住左腳嘅腳趾公，感受下呢個腳趾公有咩感覺呢？如果你係着緊襪嘅，會唔會係腳趾公掂到對襪嘅接觸？或者有風吹過？或者你咩感覺都冇？無論咩感覺都好，都係件好事嚟㗎。冇感覺都係一種感覺。而家我哋只需要將你嘅心重新同身體連結，唔使製造任何嘅感覺嘅。跟住落嚟，我哋去另外四隻腳趾，左腳嘅另外四隻腳趾。如果你哋覺得麻麻地、吉吉地，有少少痛、痕痕地，或者咩都好，呢個就係你而家當刻嘅感覺。你覺察到啦，做得非常之好啊！每一下嘅感覺，你都淨係覺察，因為我哋嘅光圈會去第二啲位置，佢將會係個過去嚟㗎。而家我哋慢慢將專注力，電筒嘅光圈向左邊前腳掌嘅位置，感受下有咩感覺呢？會唔會接觸緊一啲布、襪或者床單、梳化嘅感覺？跟住我哋將個專注力再移到去腳掌、後腳掌嘅位置，左邊嘅後腳掌，會唔會掂住地板呢？或者將床墊、床褥、瑜伽墊或者張凳，你
你會唔會感受到你踩住啲乜嘢呢？可能係接觸面嘅重量感。如果冇，就感受下呢份冇感覺，淨係知道就得㗎喇，就係咁簡單，咁純粹㗎。我哋再向上啲，去到左腳嘅腳背，感受下腳背嘅感覺，然後去到腳踭，腳踭有咩感覺呢？我哋將專注力再向上，去左腳小腿部分，感受下皮膚接觸外面唔同嘅衣物嘅感覺，或者都體驗下肌肉究竟係繃緊嘅，定係放鬆呢？你可以感受嘅範圍係小腿嘅左小腿嘅內側同外側，仲有腳骨嘅位置。跟住接觸左腳嘅膝頭位置，將專注力，即係我哋頭先嘅電筒光圈，圈住膝頭哥嘅位置呢，包括前邊同後邊彎曲嘅位置。而家體驗下膝頭哥有咩感覺，好同唔好都得㗎，因為事實上呢，根本係冇好同壞㗎，只係培養你嘅覺察，你嘅觀察。跟住去到左腳嘅大腿部分，包括咗大腿嘅內側、外側、上面同埋下面360度都去感受下呢個大腿嘅感覺。你可以由皮膚表面開始，佢可能掂住條褲嘅接觸嘅感覺，或者你都可以深入去感受呢個部分肌肉嘅感覺。無論係酸酸地、痕痕地、好繃緊，或者好舒服、好鬆嘅感覺，或者其他感覺，無論係咩感覺，都淨係好單純去體驗下。由大腿，成個大腿嘅位置，一直再向上，向到左邊嘅盆骨嘅位置，
任何感覺都開放咁感受下、體驗下。而家將你嘅心、你嘅專注力轉移到去右腳腳趾公嘅位置，體驗嘅方法同左腳一樣，體驗下右腳嘅腳趾公而家有咩感覺呢？或者冇感覺都係一種感覺嚟嘅喎。保持住耐心，繼續保持耐性、耐心。嚟緊體驗下右腳嘅另外四隻腳趾，你可以同時去感覺、體驗佢哋，亦都可以由第二到第五隻腳趾逐隻腳趾嚟感受下，都可以嘅。重點唔係你感覺到啲乜嘢，而係呢個過程裏面呢，你培養緊自己覺察嘅能力。呢個係呢個過程本身先至係最重要嘅。唔好批判佢係好啊，唔好啊，冇嘢係好定唔好㗎，因為我哋只係需要覺察，淨係做一樣嘢嘅啫，就係覺察、感受、觀察。而家我哋將我哋嘅重心、我哋嘅專注力擺喺右腳嘅腳掌、前腳掌嗰個位置，感受下有咩感覺。跟住落嚟去到後腳掌，你嘅腳掌係咪擺咗喺啲凳啊、床墊啊上邊？感受到嗰個接觸，或者感受下同空氣嘅接觸。而家嘅空氣係感覺到涼涼地，定係暖暖地呢？無論點都好，就同呢個感覺喺埋一齊，體驗佢。而家將專注力，我哋嘅電筒嘅光圈圈住腳踭嘅位置，感受下有咩感覺呢？係咪接觸住地板嘅重量感？
再將個專注力移到去右腳嘅腳背，跟住落嚟就向上移到去右腳嘅小腿內側、外側嘅感覺，皮膚同肌肉嘅感受。會唔會啱繃繃緊，或者放鬆嘅，好舒服嘅？跟住我哋再向上，係右腳嘅膝頭哥前邊同後面彎曲嘅部分，有咩感覺呢？感受下皮膚表面掂住條膚嘅感覺，或者有空氣流動嘅感覺，可能覺得熱啊、凍啊，定係好舒服嘅感覺呢？無論舒唔舒服，我哋都體驗佢，呢個都係一個感覺。你感覺到就已經做到啦。記住唔好去批判佢係好啊定唔好，我哋只係需要體驗觀察佢，就好似一個電筒，就係照住佢，就係咁啦。跟住我哋再向上移，去到右腳嘅大腿，甚至乎呢移到去大腿，成個大腿嘅360度，同再向上移嘅右盤骨嘅位置，你可以呢由皮膚表面開始感覺，因為咁樣係最容易嘅。呢個位置相信你應該係着住衫，係感覺到皮膚同件衫接觸嘅感覺。跟住再向上感受下 pat pat 嘅感覺。你如果坐喺度，應該係感覺到同張凳或者張墊嘅重量感、接觸面嘅壓迫感。你準備好呢，就向前邊下腹兩邊膀胱部分感受下，有咩感覺呢？感受下而家係咩感覺？記住，你係一個電筒，我哋只係需要感受專注喺嗰個電筒照住嘅光圈位置就夠啦。
你照住佢，唔使評價佢好啊定係壞，你都會畀溫暖嘅光呢個位置。我哋當下係咩感覺？呢一個位置係咩感覺？頭先我哋行過嘅所有部分已經係一個過去，頭先嘅所有感受都係過去啦。感受下而家係點樣，就係點樣嘅。如果你可以，甚至喺皮膚裏面感受肌肉嘅感覺，或者內臟嘅感覺，跟住落嚟，將專注力，我哋嘅電筒再向你嘅小腹向上移，睇下你嘅小腹肌肉係鬆鬆地定緊緊地，有冇彈性嘅咧？或者你感覺到凍、熱、暖，或者啱啱好，或者你感覺到痕痕地，或者你感覺到接觸皮膚嘅接觸件衫嘅感覺。此時此刻，你嘅專注就係留喺呢一度就得啦。如果你覺得個肚好緊，想放鬆少少，咁就放鬆少少。如果你放鬆唔到，或者唔想放鬆都冇問題。重點係覺察佢，知道就可以。我哋要接納，係用開放嘅感覺去覺察。如果你感覺到皮膚表面嘅感覺，你亦都可以試下入邊，感受下裏面內臟嘅感覺。因為內臟唔係冇感覺㗎。當你食飽嘅時候，會覺得個肚脹脹地；肚餓嘅時候，個胃會咕咕聲。有啲人肚痛，呢個感覺就好明顯啦。你唔使刻意去製造呢啲感覺，唔需要諗返呢啲感覺。你只係需要去體驗而家呢一刻嘅感覺。最重要係覺察，最重要嘅係接納，最重要嘅係開放嘅態度去感受。有感覺就知道佢有感覺，冇咧你就知道哦。而家呢一刻呢一個位置冇感覺，都係一個好好嘅覺察嚟嘅。跟住去到你嘅腰兩側，體驗下此時此刻腰兩側有咩感覺呢？
左邊同右邊有咩感受啊？你嘅腰嘅兩側，跟住去到背脊。如果你瞓咗喺度咧，應該會有身體壓住嘅重量感。無論舒唔舒服，你都覺察佢，知道佢，感受佢。跟住再翻嚟前邊嘅肚嘅位置，再向上你胸口嘅位置，胸部嘅肌肉、肋骨、心臟，可能係皮膚接觸身體嘅感覺。其實胸口呢個位置好容易感覺到一啲嘢嘅，因為佢係好容易反映到你嘅情緒。當你嘅情緒抑鬱嘅時候，個胸口會覺得有啲悶；當你緊張，個心會跳得好快。當個胸口嘅感覺有唔同呢，咁其實就好多時直接同個情緒有關嘅。事實上，你身體每一個部分，包括腳板啦，都係同你情緒有關㗎。有陣時，我哋個心專注力太粗重，就冇發現到啦。而家我哋逐 part 逐 part 睇，就可能發現多咗啦。但最重要咧，都係而家呢一個感覺係有特別嘅感覺，定冇都冇所謂㗎。我哋只係需要體驗佢嘅啫。跟住我哋移到去你左手嘅手指，5隻手指同時感覺下去，或者分開感覺都冇所謂。感受下你嘅手指係張開定屈曲嘅，係兩隻手擺埋一齊，定係分開㗎？你支電筒繼續去照住隻手，嚟緊呢，就去手掌同手背感受下左邊嘅手掌同手背，慢慢感受。你可能會覺得暖啊、凍啊，有風吹過都可能。無論係外面嘅原因，或者你裏面嘅原因，而感受到嘅感覺都冇所謂。最重要係你感覺到，或者你感覺唔到，都係一個感覺嚟㗎。無論咩感覺，你都接受佢。跟住去到前手臂同手腕嘅位置，360度都感受下佢有咩感覺，皮膚同肌肉。跟住就移到去手踭同手臂嘅位置，感受下有咩感覺呢？嚟緊去到膊頭，膊頭會唔會有啲酸酸地、痹痹地嘅感覺？可能你攰就有啲啲感覺，或者你冇所謂，冇感覺，好舒服嘅都可以㗎。
咩感覺都得㗎。而家呢一刻嘅感覺就係覺察此時此刻嘅感覺。嚟緊呢，我哋就去到你嘅右手，由手指開始，基本上呢，同左手一樣，手指、手掌、手背。喺呢個過程入邊，可能有人個心走咗，專注力走咗，或者有人瞓着咗都冇所謂㗎。你瞓醒咗就睇下我講到邊個位啦，就翻返去我講緊嘅位，即係我哋嘅電筒照住嘅位置就可以啦。如果你個心走咗，諗緊其他嘢咧，一旦你發現咗，都係你嘅功力夠先至做得到㗎。即係話你嘅覺察到你個心走咗喎，好犀利啊！咁你聽住我把聲，跟返去個位置就可以啦。啊，頭先我哋講到右手嘅手指頭、手指、手掌同手背，我哋跟住向上，手腕同前手臂360度，有咩感覺呢？皮膚同肌肉可能用電腦用得多，呢個位置都有啲酸酸地嘅感覺，或者冇嘅，冇乜感覺，都係一種感覺嚟㗎。慢慢再向上，移到去手踭、右手踭同埋右手臂嘅感覺，跟住去到膊頭，右邊嘅膊頭有咩感覺？都或者肌肉，感受下而家當時有咩感覺？你要有耐心去體驗，有耐心咁樣陪住你嘅身體，你嘅身體一直都陪住你。而家你就留意下佢，感受下佢，跟住落嚟，我哋去到頸前邊、後邊、左邊、右邊360度都感受下條頸，感受下而家係咩感覺呢？有啲人可能酸痛，有啲人覺得舒服，有啲人覺得痕痕地，個個都唔同，或者有其他唔同嘅感覺，冇所謂㗎。個重點就係你留意緊你嘅身體，你要接納去，有耐心咁去感受下佢，跟住去到你嘅下巴、雙下巴同瘦下巴都冇所謂嘅，你都感受得到皮膚嘅感覺，咩感覺都冇所謂嘅。我哋再向上去到嘴唇嘅部分，咁有上嘴唇同下嘴唇嘅，然後再感受下兩塊面珠燈，
嘅部分。我哋平時做表情呢，呢個位置都會跟住喐㗎。而家冇做任何表情，去體驗下呢一個位置皮膚嘅感覺，跟住去到個鼻度，鼻哥窿嘅感覺，大家都已經練習得多啦。而家我哋體驗下鼻外面嘅皮膚嘅感覺，成個鼻嘅皮膚，再向你嘅眼球周圍，用開放接納嘅態度體驗下，感受下隻眼會唔會熱熱地、凍凍地，或者好攰，都係一個感覺嚟㗎。攰都係一個感覺。跟住行到去眼眉毛、額頭，有啲人呢喺兩個眼眉毛中間，可能有啲痕痕地嘅感覺。無論係咩感覺，我哋都唔好問點解有呢個感覺，我哋淨係接納佢就夠啦。我哋只係做一件事，就係接納而家呢一刻嘅感覺。而家呢一刻呢一個位置嘅感覺，察覺身體各個部分，我哋唔需要批判佢係好定係壞嘅，唔需要問點解，因為我哋只係需要覺察，知道呢一刻實實在在嘅感覺就夠啦。頭先我哋全身都掃描過一次啦，咁我想你將個專注力擴展到成個身體，你嘅姿勢由頭到腳，由腳到頭，同埋你身體嘅重量，去覺知我呢個身體為之一個整體嘅感覺。你可以想象下，其實你嘅身體突然之間變得好透明、通透，冇咗物質，淨係呼吸可以冇冇阻礙咁穿過你嘅身體。呢個時候，將心放喺呼吸嗰度，體驗下呼吸出、呼吸入、呼吸出、呼吸入、出、吸入、呼出、吸入，用一種開放、專注、接納嘅態度，同自己嘅身體喺埋一齊。呢個腦可能有一啲念頭飄過，去到某一個位置，你可能會有啲情緒，都冇問題。你覺察佢，知道佢嘅存在，同身體講，你知道啦，你感受到。好啦，我哋今日嘅身體掃描練習嚟到呢一度結束，請你慢慢將專注力帶返嚟你嘅身體嗰度，感受下你嘅坐姿，感受下你嘅呼吸，慢慢喐下你嘅手指、腳趾，轉下你嘅手腕，
你隻腳。當你準備好嘅時候，可以慢慢張開你嘅眼睛，將視線帶返嚟呢個房間入邊。願你平安快樂，亦願你認識同唔認識嘅人都能夠健康、平安、快樂。多謝大家，祝福你哋。我哋今次正念身體掃描練習就呢度結束。